Hello，大家好，我係 Evelyn B Channel 斜動資訊平台嘅節目主持人。今日訪問嘅嘉賓咧係有小調歌后之稱，同時咧有慈善歌后之稱嘅。咁佢平時咧非常之忙嘅，除咗要打理佢自己嘅眼鏡生意啦，同埋咧有時有響溫哥華有演唱會啦，同埋咧就會去到香港啊、美國啊走埠去做演唱會。同時間咧佢都係獅子會嘅 District Governor。咁講到呢度，好相信大家都知道咧，我會介紹嘅係邊個啦？佢就係我哋大家都熟悉嘅美好阿 May 啦。阿 May，welcome to B Channel。係，Hello，Evelyn 你好，大家好。係啊，阿 May 咧，除此之外咧，佢仲係一個煮得一手好餸嘅，我好多時都請教佢咧點樣煮餸嘅。咁好啦，第一個問題，我想問下你咁忙碌啦，點樣安排你啲時間咧？其實係啦，我有好多時都會一心幾用嘅，咁就瞓少啲咯。咁但係原來即係隨住年紀嘅漸長咧，亦都唔可以太過分嘅。咁其實忙都係可以安排多啲時間啦。例如你知道嘅寫低你自己今日要做啲乜嘢啊？咁啊，如果原來呢個唔夠時間嘅，你就去改第二日啦。咁所以有時係幾複雜嘅嘢，好難解釋嘅。咁我有啲真係做唔到嘅，我就要推㗎啦，咁樣咯。明白。咁阿 May 姐咧，佢就係做咗獅子會，大家都知道 Metropolitan 獅子會啦。咁除此之外咧，佢都係獅子會裏邊嘅 District Governor 嘅。咁我知道咧，District Governor 其實係好忙碌嘅，因為睇你嘅 Facebook。今日又去呢個會探會，嗰日聽日又去嗰個探會咁樣。其實要啲咩資格先做到 District Governor， 同埋去探會嗰度有冇啲難忘嘅經歷咧？其實咧，我入咗獅子會都係1997年開始。咁我其實一直都冇諗過我會去到總監呢個位。咁你話有咩資格？就係其實你要做咗獅子會嘅會員咧，就有一個獅子嘅精神啦。咁就即係回饋社會啊，做公益嘅事啦。咁總監咧其實就唔同嘅，其實就係管一啲會，就帶領一啲會。咁做完，如果你可以做到會長啦，咁我哋升上去有個 Zone Chair 嘅。咁做完個 Zone Chair之後，你就可以去考慮去做District Governor 啦。咁 District Governor 好似頭先你提過咧，就係去探會啦，咁去了解啲會啦。咁睇下佢哋嘅發展方向啊，或者佢哋有冇交會費啊。咁因為Lions Club 亦係一個國際性嘅機構，咁當然佢哋有啲規矩啊，有啲費用要收啦。咁點解要收費咧？好多細路仔都話：點解我做義工要俾錢啊？係咯，因為我哋係有啲同埋個會費都唔係平嘅喎。係啊，因為佢哋要營運嘅費用啦。咁譬如有啲獎座啦，咁同時有時你都聽過有啲突然大嘅災害咧，我哋獅子會可能有做配對啊，或者捐啲錢出去咧，其實都係喺我哋呢個身上嗰啲交會費嗰度抽出嚟嘅。係啦。咁所以做 District Governor 對我嚟講，其實我點解入咗好多年我都唔去做呢個位咧？第一咧，真係好似你話齋，要好多時間。我而家差唔多叫做半退休啦，咁就可以安排翻一啲時間參與多啲獅子會嘅工作。咁同埋我覺得即係要上去講嘢啊，同啲群眾嘅話咧，如果你冇一啲 confidence 或者即係叫自信心咧，其實都幾難做咯。冇錯，冇錯。係啦，咁有冇啲去咁多獅子會？因為溫哥華其實好多獅子會嘅。有冇啲難忘嘅經歷咧，令到你特別係印象深刻嘅？咁其實中國人嗰啲我哋嘅獅子會見口見面都差唔多係咁嘅形式啦。咁所以做咗District Governor 嘅時候咧，就有啲同我哋叫做主流社會，譬如即係講英語嘅Lions Member 接觸啦。咁我覺得幾特別嘅。咁佢哋用嘅方法咧，個態度咧係有好熱情嘅，好尊重你做DG 呢個 District Governor 呢個位啦。咁有2個會我幾有印象，就係一個係咪見到你又要黑下你啊？有啲啦，有啲同埋有一個會係全部
係女士嘅，咁、嗯但係比較上咗年紀，但係佢哋個熱心咧，咁佢哋係自己煮嘢食去招呼你嘅，就佢哋自己有一個嘅 meeting room 啦，咁就專門就係嚟招呼我哋呢啲叫高層啊，或者佢哋開會啊，做啲聚會啊，咁佢哋會煮一啲我哋就可以試到佢哋嘅手勢啊，同埋唔同嘅風味啦。咁另外一次就係、哇，去一個地方就係要去搭飛機嘅。搭飛機係啊，即係 within British Columbia。係，但係內陸，但係嗰個地方叫 Prince Rupert，你哋平時就唔會去嗰度嘅，因為好似話係釣魚幾出名啦。但係如果你知道我哋嘅華姐冠軍啦，廖碧兒咧就喺嗰度出嚟就係嗰度。咁我之前好耐之前都去過一次嘅，真係要搭嗰啲螺旋飛機。我試過搭嗰隻飛機，第一次去咧係好似細過架旅遊巴士嘅。得10幾人坐，咁今次又多啲啦。咁但係個飛機都好舊，但係佢啲機票唔平喎。點解咁印象深刻咧？得個幾鐘頭嘅咋，600幾蚊張機票可以去到。600幾蚊來回多倫多都得啦。咪就係咯，咁你話係咪印象深刻？真係印象深刻。但係佢哋個會咧歷史悠久㗎，咁同埋佢哋有一啲其實我有啲地方我仲未去到啊，因為係好仙境嘅地方嘅，我諗嗰度可能手提電話都唔係接收得咁好啦。咁我嗰次就好可惜冇去到。咁去到 Prince Rupert 嚟講咧，我已經覺得咧都好難忘㗎啦。咁同埋佢哋嗰個地區係出蟹啊，好多蟹我哋好多海鮮食。係啊嚇，咁我就有睇過啲蟹籠啊，咁佢帶我哋去參觀啊，咁同埋嗰啲人都好熱情嘅，好得意就係嗰個地方咧係咩都得一間嘅。即係譬如銀行啦，都每個都當然有一啲啦，即係每個銀行都譬如 TD 啊、Royal Bank 咁。咁原來醫院好似都執咗笠，呢排殯儀館都執咗笠，我聽講。咁所以呢個地方都幾特別咯，好特別。咁啲人如果係病嘅話，咁要坐直升機去到 VGH 啊嗰啲咁樣。係啊，可能要去啲近啲嘅地方，或者比較人多啲嘅 island 裏邊咯，咁樣。OK， 咁咧就係每年咧自行響溫哥華咧3月份都有一個嘅素宴嘅籌款，咁我哋每一年咧都會請一啲嘅表演嘉賓過嚟，咁今年咧係3月28號，我哋好開心請到美好。亦都係我嘅烹飪老師去做呢個嘉賓，去幫志恒去做一個表演嘅。我想問下，點解你會義務咁樣去幫志恒基金會？志恒基金會有啲咩令到你感動咧？嗱，就好似頭先我都講過啦，咁我身為獅子會會員咧，做呢啲善事嘅話咧，咁我都覺得我自己係不遺餘力嘅。多謝晒，唔好咁講。咁其實Evan 都之前有揾過我嘅，可惜咧，好似話齋我真係好鬼忙。我3月份呢啲時間咧，有時我會出埠啦。咁嗰年我又啱啱做總監啦，你都睇到我參成幾十個會，我根本就冇可能有時間。咁同埋素宴我又覺得幾有意思啦，俾人有個印象就係志恒每年都有個素宴個噃。咁尤其是志恒基金啦，我覺得你哋做咗咁多年咧，即係嗰個毅力同埋有心咧，即係我都好欣賞嘅。尤其是杜聰老師啦，每年就係呢個時間可以見到佢咯。咁我同佢都有幾面之緣，但係我就係有一次你翻香港，咁啱啱好香港嘅素宴咁樣，係啊，好似係阿陳潔玲做嘉賓，係啦嗰次係你嗰次係啦，咁啱我喺香港，你又邀請我去睇，咁我就覺得即係有啲規模嘅，咁我覺得我都好榮幸我可以參與今次嘅演出咯。係非常之多謝你先喺呢度。咁我想問下，當晚你會唱啲咩歌咧？因為你唱歌真係好好聽咯。多謝你，其實我都有壓力㗎。唱啲咩歌就多數大家耳熟能詳嘅金曲啦。有國語，有廣東話嘅，有可能有一啲電視劇嘅主題曲，咁大家耳熟能詳嘅歌曲嚟嘅。明白，咁啊埋咗關子先啊嚇。咁大家可以即刻 scan 呢個嘅 QR code 去到加拿大志恒基金會嘅官網裏邊去捐贈啦。咁只要20蚊以上咧，大家都可以得到嘅加拿大稅務局嘅退稅收據。咁當晚除咗有美好
精彩嘅表演之外咧，我哋都邀請咗出名嘅 Fairchild Radio 嘅 Carmen 同埋文井做主持人。除此之外，有現場嘅 live action 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快啲打電話去自行基金會喺溫哥華嘅 office 嘅電話778-996-0368去訂購餐券。做善事又可以聽到靚歌咧，係非常之好嘅。咁喺呢度咧，預祝咧阿 May 姐咧演出成功。多謝 Evelyn， 多謝。Thank you， 亦都希望咧自行咧可以籌多啲款啊！好多謝阿 May 姐可以接受我哋今日嘅訪問，多謝晒。唔好客氣，多謝你。Thank you。多謝。大家有冇聽過自行基金會啊？自行基金會喺1998年成立啦，主要當其時嘅工作係幫助愛滋遺孤嘅。同埋咧，依家咧已經係開始咧就面臨住幫助啲困境嘅學生嘅。自行咧一路咧以教育為本，喺中國咧各地咧資助嘅小朋友已經係超過咗4萬個啦。咁幫佢哋提供教育啦、醫療、生活同埋心靈輔導，幫佢哋改寫人生，走向希望。自行基金會係香港註冊嘅慈善機構，亦都係加拿大註冊嘅慈善機構，同時間咧係中國註冊嘅境外慈善機構。自行資助嘅小朋友有2種，第一種咧就海星啦，海星咧就係幫助啲有愛滋病家庭嘅小朋友提供教育。呢個咧大部分嘅小朋友咧都係冇愛滋病。佢哋嘅父母咧係因為貧苦去埋血，染上愛滋病，相繼去世。咁所以咧就係冇人照顧佢哋。咁我哋咧就幫呢班小朋友咧，由小學、中學、大學到研究生咧，去輔助佢哋，等佢哋有完成呢個嘅教育嘅機會。至到2024年咧，佢哋已經自行幫咗咧。累積超過咗37000名嘅愛滋遺孤㗎。另外一個計劃咧就係海馬，海馬喺2018年咧就已經開始啦，係幫唔係有愛滋病嘅小朋友嘅屋企提供呢個教育嘅輔助。咁呢班嘅小朋友嘅屋企咧，有長期病患者啦，或者係父母死亡啦，或者係父母殘疾啦，就唔可以去農村裏邊耕田咧，亦都成為自行嘅幫助嘅對象。咁我哋覆蓋嘅嗰個範圍咧，由初中生至到研究生，只要所有嘅小朋友讀到書嘅話，我哋自行幾辛苦咧，都會咧幫佢哋完成呢個大學嘅學業嘅計劃嘅。咁至到2024年咧，我哋響呢個海馬呢個計劃咧，已經係資助超過咗3000名㗎啦。自行基金會咧，疫情之後咧，籌款咧係非常之困難。咁響中國西南區嘅資助嘅工作咧，仲係備受挑戰嘅，因為響自行基金會2007年開始咧，已經正式咧走去中國西南區裏邊咧做呢個嘅教育輔助嘅項目，覆蓋嘅地方有雲南、廣西、四川同埋貴州4個省份。到目前為止咧，我哋累積資助嘅學生喺呢一邊咧就超過咗5700名嘅。中國西南區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去過桂蘭嗰陣時就知道多山嘅，咁所以咧路途遙遠，受資助嘅學生咧亦都好分散，交通咧亦都好唔方便。自行嘅前線嘅員工咧，佢哋每一次做家訪咧，都會轉好多次嘅公共車輛，攀山越嶺咁樣咧，可能一日咧只去到咧2個家庭裏邊做嘅家訪。咁我自己本身咧，喺2023、24、25年咧，分別咧就去過中國西南區裏邊做家訪嘅。我深深感受到咧，真係路途遙遠啦，海拔又高啦，咁而要花好多嘅時間咧去家訪嘅。通常以前喺華東地帶，可能一日我可以家訪10個家庭，但係咧去到中國西南區咧，我一日咧頂籠咧就係家訪2個嘅家庭。咁同埋大部分嘅家長咧，佢哋嘅文化程度咧係有限啦，咁所以同佢哋溝通起嚟咧，
就係要非常之有耐心嘅，同埋佢哋好多都係少數民族，咁語言不通啦，所以我每一次去嗰陣時咧，都會帶一啲嘅翻譯，等可以同佢哋咧就溝通到。所以今年咧，自行3月28號響溫哥華舉行嘅年度嘅素宴咧，我哋就會為大山嘅困境學生去籌款，希望佢哋可以走出困局，去繼續有學返，繼續可以生活落去，用佢自己嘅知識去改變自己嘅命運。因為我親眼見到咧，有好多大山嘅農民咧，佢哋一世咧係未食過白米飯嘅。多謝阿 May 姐今日接受我哋訪問。咁依家咧請大家睇下早一輪我哋自行義工去到中國西南區家訪嘅情況。廣西省河池市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廣西壯族自治區下轄嘅地級市，位於廣西北部。河池係同大家熟悉嘅桂林地勢差唔多，多山多水。聽村民講，佢啲祖先為咗避土匪去搶佢哋屋企，於是居民走進深山去生活。因此一代又一代咁喺深山裏面出世、長大、死亡。好多老人家佢哋嘅生活至死都冇離開過大山。今日智行基金會義工第一次去到呢個地方拍攝，去探訪智行資助嘅學生點樣有智行嘅資助走出大山。智行員工阿寶叫我哋去市集見一位智行資助嘅學生小綠。小綠同弟弟係智行資助多年嘅壯族學生。我家的話呢，就有5個人，就是我媽、我弟、我爺爺奶奶還有我。我爸呢，就是很早之前就去世了。然後我媽的話，我們家目前的話就是在山裡面務農吧，就是都是靠養一些豬牛羊啊這種，然後種玉米之類的，就是收入就是這些。一家5口人住喺大山裏面，小綠嘅爸爸係上門女婿，所以智行資助嘅學生都係跟媽媽姓。爸爸喺2008年因為愛滋病去世，留下一家5口。同年媽媽亦都確診咗。我哋喺車上訪問小綠，佢同大家分享有智行資助之後生活嘅改變，尤其係學業方面。大學的話，我是在廣西科技大學學的是護理學專業。我現在的話是已經畢業出來工作了，在我們河池市人民醫院當一名護士。你的夢想，你的願望是什麼？一直朝着這個方向去走，做一個大醫院的護士長嗎？有過這方面的想法，但是最主要的還是要當下吧，就是能夠給家裡面減少一些負擔吧，能夠自己掙錢，自己那個班費啊什麼的那些。我哋好似坐過山車咁慢慢上山，呢個車路只可以俾一架車過，唔可以俾對頭車過。好彩大山根本就冇太多車，車行咗大約1小時，我哋義工同智行員工阿寶就要徒步翻山去見小綠嘅媽媽一家人。我們那裡以前小時候啊，就是連村裡面都沒有公路，然後都是走山路。以前小時候的話，我走山路可能走1個半小時才能到村裡面的小學上學，一程就是1個半小時。那就是說一天你要3個小時才可以上學。對，所以而且我們村裡的小學還都是就是沒有住宿的，就是要早上去上學，然後晚上放學回家這種。呢條走向往小綠屋企嘅路係一條天梯，唔係大城市大家平時行山嘅山路，旁邊係懸崖峭壁，一唔小心就會跌落萬丈深淵。我哋行咗一段路，又停落嚟飲水休息，然後又繼續行。智行員工阿寶話俾我哋知，小綠媽媽曾經孭住生活必需品以及農藥輕鬆上山。以前他們說是為了躲避戰亂，然後躲到山裡面，然後開始建房子嘛，也會建有那種山路，那種山路是可以走的。我們就是農村人的話，就是走那個山路，就是不管是好的山路，還是比較陡的那種山路，都可以走，都是走路的。就是你已經習慣了走山路了。對，以前都是走山路的。那你多久回來一次看你媽跟你的爺爺奶奶？像今年的話，就是過年吧。過年
急急忙忙的就回大年30回去，然后初1就回来了，因为实在没有那种休假休息，像我们休假最多就3天这种而已。如果平时不是我们像今天这样租了一辆车，你是怎么从山下到山上的？我的话可能会选择另外一条路，就是还有一个地方到山脚下面，就在河边。我们那个山与山间不是下面有公路啊，它河边那里还有一条路，那个坐40分钟的，就是那种客车到下面，然后再走2到3个小时的山路。你现在的村大约有多少户呢？可能就我3户吧，3户而已。就我们家，还有隔壁屯的还有2户，就因为很多人都搬出来了。这条路呢，就是我们家从山里面出来，去上学啊，去赶集之类的，都的一条必经之路，就是这条山路。走这条山路呢，到往下走的话也可以，然后往那边拐的话也是可以。然后我们这边风景还是挺好的。下面这条是洪水河，然后洪水河就是把我们分成两边嘛。然后那边现在看的不是很清楚，那边是我们的乡政府。以前我是在那边上小学和初中的话都是在那边的。我哋喺行行停停中花咗超過2小時，終於到達小鹿屋企，大家都汗流浹背。環顧一周，小鹿嘅屋企非常簡陋破舊。由於喺山上，佢嘅屋企第1層係養豬養動物，第2層先係人住嘅。這是我奶奶。奶奶好，奶奶好。然後這是我媽。阿姨好，阿姨好。我爺爺喺外面。好似世外桃源同埋與世隔絕嘅生活，佢哋自己種菜種粟米。由於山上佢哋種唔到大米，但係總算生活都可以自給自足。而食水就靠雨水，一家人好感恩志恒俾到佢哋啲仔女返學讀大學嘅機會。媽媽話俾義工聽，如果冇志恒，佢哋屋企係冇考慮將個仔送去讀大學，亦都供唔起，因為佢哋世世代代喺大山生活，自給自足係冇問題，但係讀大學就唔會考慮啦。雖然中國嘅扶貧工作已經做到雲南廣西多年，但係中國太大，因此需要好似志恒咁樣嘅慈善團體一齊去配合政府扶貧嘅路，等更多窮困嘅學生走出大山去接受高等教育。希望志恒未來25年繼續有你哋嘅支持，將更多大山嘅孩子以知識去改變自己嘅命運。